你可能以為約旦作為中東少有嘅安全國家，街道平靜，旅客多，但對於好多女性嚟講，呢種平靜只係一層溫柔嘅表象，背後係隱形嘅枷鎖。有啲男人因為傳統嘅男權思想，懷疑自己嘅女性親人不忠，竟然以榮譽處決殺咗佢哋，但法院只判佢幾個月，仲將罪名淡化咗。即使有警察、庇護所，法律漏洞令女性嘅自由同安全一直得唔到保障。政府話有離婚法律，但實質對女性嚟講冇咩選擇，想離婚就要放棄財產，仲要賠償俾男方，仲可能要求家人嘅批准。到最後決定權都喺法官度。表面上話係自由，實際上女性往往要犧牲自己嘅生活同未來去換取。喺2024年9月嘅議會選舉，女性議員嘅人數創新高，但唔代表有實權。國會、法庭多數仍有男性把持。制度換咗件外套，但本質未變。父權換咗更文明、更溫柔嘅包裝，表面進步，實際仍然控制女性。唔只係法律限制，女性嘅聲音都受監控。講真話、批評政府、發表觀點都可能會被記錄、約談、威脅甚至起訴。呢種隱形控制令女性不得不沉默、小心言行，自由發聲成為奢侈。但女性並非冇辦法，本地團體提供教育、生理支援、法律幫助，女記者、社運人士持續嘗試改變，但面臨住監控同威脅。沉默唔等於服從，關注佢哋嘅故事，先可以俾世界知道，約旦女性嘅困境唔係表面溫和就可以忽視。